手机啊，我甲有来关起来，会转震动的吼。安尼等下咱莫去影响到整个礼拜的历史。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准备心来做一个准备心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伫大港的节期中间，阮用敬虔的心、守望的心、警醒的心，来到你的圣殿，要服侍敬拜你。主，阮好顶是较无，即是你帮助阮，除去阮心中所有你无爱的意念，互阮用专一的心志来听候主耶稣基督降生伫阮的生命中间。因为阮深知，就是因为你的圣子耶稣基督，阮今仔日才有迄款的福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常时也当伫你的面前，甲主同坐道，来搁一遍反省阮甲主耶稣基督中间的关系。主啊，恳求你保守看顾，互阮的心得到静静，专无的心志来服侍敬拜你。我也特别从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拢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互阮无论用诗歌、用琴声来学乐你，拢得到你的欢喜，也甲赐花会掉落三甲地地，互伊帮助阮有特殊的进行礼拜，也甲传讲信息的牧师弟弟，保守看顾伊传讲出来的信息，会当真正是主的心意感动阮的心。常时也甲主持圣礼典的小会员三甲地地，阮所做的服侍得到你的感纳。求阮的主啊，阮也特别将教会的事工仰望伫主的圣手。阮伫今年的10月，拄啊进行改选，将要伫明年开始组成新的团队。阮一方面纪念过去的前辈，因几十年来所付出一切。阮会当踏着因的基础，继续向前迈进，来成就主的旨意伫阮的中间。恳求主，你特别顾守看顾阮的教会，阮教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祝福哪济。阮也将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将真实的和平、仁爱、公义享受这块土地。常时也甲这块土地顶面所有的教会拢斗阵，做伙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互主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来呀，咱就唱歌阿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歌，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咱来吟圣诗，圣诗第16首，来阿罗上帝，上帝是阮
道闪的所在，上帝是咱道闪的所在，请咱起立来吟。请咱游玩徛伫，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是实在、今在、永远的永在神。你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甲权柄的。伫主你敬拜中，愿感谢你，将阮聚集伫你的圣殿中，互阮会当以敬拜心灵甲信息来学罗你的名。求主赦免阮有意也是无意所犯的罪，帮助阮的心思、精神搁变化。伫过去一礼拜中软弱甲过犯，也求你的信心接近阮的心，互阮会当用纯净的心灵甲真诚的态度来敬拜你。今仔日也是大港节的第二个主日，上帝赐予世间人即个弥赛亚降生的记号，代表信心，互阮伫面对苦难甲困境的时，拢会当以坚强的信心，还是完全的信靠甲交托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活出你所欢喜的款式，诚做众人的祝福。主啊，阮也求你开启阮的耳孔，互阮会当听起你的话语；求你开启阮的心灵，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甲旨意。互蔡牧师所讲的话语会当赐下大能，会当更新阮的心思，坚固阮的信心。阮也全能的上帝，愿感谢你，也选出新的种子。也求你保守教会伫牧师团、甲种子、组长、甲每一个兄弟有合一的心志，彼此配合，诚做荣耀的团队，
互阮的忠实甲基督的真理传遍社区、国家甲世界。阮也为着身体欠咱心灵软弱的、失去亲人的，求主坚固因的心灵，安慰因的心，跟对主的脚步，行伫稳定的道路中，领受丰盛的生活。阮的祈祷无够也，要用主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愿相信，你的领导，你的心想，你的手的天意，我是心领导我，下面我的服务，就我下面我的人，努力做我的力气，就叫我快点快点，因为我在你面跟我去受，代代不息。阿门。咱要来交托客英文第3篇，也是信息第8篇。我来客，请兄姐来引。耶和华阮的主啊，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对鸭仔甲食年的喙建立关联。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啥物？你思念伊。你互伊比天上婴仔较教书。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羊、甲牛，天中的鸟，耶和华阮的主啊！俄罗带去圣歌队要带咱来敬拜上帝，因要因的死是上帝疼世间。说。
即是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第一位箴言25章25节。着听好消息对远远来，亲像野生的喙焦的人啉着凉水。第二位记载伫马太福音10章40到42节。接纳恁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找我来迄位。接纳先知做先知的，会得到先知应得的报赏；接纳义人做义人的，会得到义人应得的报赏。我实在甲恁讲，无论啥物人，干那摕一杯冷水来互遮个上至微细一个啉，因为至微细是我的门徒，这个人一定会得到报赏。以上上帝话诚做咱的帮助。咱今早起带进度牧师要来甲咱分享信息，服侍的智慧，请咱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每年对咱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也真关键的开始，因为今年10月份，咱选举产生新的中级。中级中间有接近一半拢是新任的同工，牧师团顶面嘛有一寡调动，新任的同工甲牧师团的调动，的确会对教会有一寡影响。所以，望大家爱常常为因来祈祷，互这个团队会当赶紧承接前任的脚步，继续教会事工。虽然选举中级，也是讲教会聘请牧师，拢是出来服侍，但事实上对教会起造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拢应该出来服侍。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服侍智慧，咱做伙通过圣经来学习安怎做上帝所欢喜的服侍。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对万民中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供应阮一切的需要，互阮领受你所赏赐的平安。阮拄着患难危急的时，阮知阮会当倚靠主来得到超越，所以阮领受这款的恩典，应该爱用阮的生命来回应。阮知阮应该爱伫教会中间参与服侍，这是你所欢喜的事。所以恳求主，你透过今日你的话，搁一摆帮助阮明白服侍的意义。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一般来讲，如果咱有朋友来到咱厝里拜访，通常咱拢会设法款待因、服侍因。但是咱嘛知，咱会针对无共款的朋友，可能有无共款的款待的方式，无共款服侍的方式。其实本来就是拢照例就是爱安尼吼。咱的国家接待外宾的时阵，嘛爱了解这外宾伊伫因国家的阶级，吼，大赛有大赛的招待方式，这个部长有部长的招待方式，总统来有总统的招待的规矩，拢是无共款的。咱嘛是相共，普通也是讲无真熟的朋友，检查会比较较简单。但是如果咱今仔日来一个贵客，
咱一定会将厝内底上介好诶，拢摕出来款待伊，因为即个贵客是咱认为重要诶，所以咱一定会拼扛咱全部摕上好诶，要供应伊，互伊感受到咱诶热情。今仔牧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耶稣若要来拜访你诶厝，你会安怎接待伊？我想，耶稣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拢应该是上介重要诶人，无比耶稣佫更加重要诶贵客。但是就咱诶经验，耶稣介绍无常常来拜访咱，咱敢有机会来接待伊？今仔的经文，互咱一寡真重要的提醒。首先，第一项，咱看第二段圣经马太第10章，第40节安尼讲，耶稣对伊的门徒讲：，什么人接待恁，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找我来的迄一位。咱拢知影，一个国家、一个国王，差派使者到另外一个国家，其实这个使者就是代表这个国王，使者就是代表差派伊的人。所以，若照犹太人的观念，服侍一个人的使者，就是服侍差遣者本人。所以耶稣直接讲，接待耶稣所差遣的门徒，就是上帝罗卜。耶稣差遣因出去。接待恁的，就是接待我，就接待耶稣。若接待耶稣的，就是接待啥物人？耶稣是上帝所差遣来到世间的，所以接待耶稣，就是接待上帝。所以简单来讲，接待上帝罗卜，接待上帝门徒，就是接待上帝。接待上帝的使者，上帝的罗卜，就是咱爱用好意来款待上帝的罗卜。啥物是好意来款待上帝的罗卜？咱知影牧者是上帝的罗卜。早期的教会牧师比较较辛苦，社里无真济，所以有一寡听主的兄弟。了解牧者的家庭的需要，有时会真关心，也去补满遐个欠缺。我就听过有个老牧师讲，过去因的社里无真济，中会嘛无统一的标准，看教会的经济需要，所以有时拄着迄囡仔要注册的时阵哇，牧师的家庭就比较较经济上较严。有一寡听主的兄弟，知影即个代志。通常伫囡仔要注册的时阵，就可能会私底下摕一寡费用来补满牧师家庭的欠缺。我听过有一寡老的牧者足感谢教会做即款的代志。后来渐渐比较有制度了，以往有真侪信徒真关心牧师的需要，常常若过节还是讲平常时的时阵，伊若厝里有啥物好料的，拢会摕来互牧师。过去我伫南部服侍的时阵，有一个长辈常常惊我食袂饱，拢摕物件来甲我分享。伊大概摕来了，就甲我讲：牧师，你加减莫食寡你毋知影？牧师若食较大箍的咱教会较有面子我叫我食到要100公斤全台湾就是上面子的教会，就是恁教会。但是即马多数的教会对牧师的供应应该拢是有够。咱莫讲别间教会，咱讲相连就好。
至少我知影，伫双年教会对牧者的物质上的供应已经非常有够。若安尼，啥物叫做用好意来款待上帝的萝卜？牧师感觉有两件代志，大家会当来做。第一件代志，就是接纳上帝的信息。牧者是要传达上帝的信息。伫遮讲接待，毋是简单只招待问道，也是指接纳因所传达的信息。因为因是上帝所差遣的萝卜，上帝差遣萝卜，就是要传达上帝的信息、上帝的心意。如果咱听到牧者所传达上帝的心意，咱接纳伊，而且佮遵守伊，佮来行出来，这就是遵守上帝的旨意，这是上界尊重牧者的方法。咱看见着马大甲玛利亚，马大嘛是做无用，咧款物件要接待耶稣，但是玛利亚注心听耶稣所讲的话，伊咧服侍耶稣，伊咧接纳耶稣，所以这两项无共款的接纳。耶稣儿女玛利亚已经得到迄个上界好的福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好款待上帝萝卜，毋是简单摕物件供应牧者的需要，上界重要就是接纳牧者所传达上帝的信息，而且遵守照安尼去行，这是对牧者上界大的尊重。第二项，就是支持牧者伫教会中间所推动的事工，支持上帝的事工，就是互牧者上界大的支持甲安慰，也是教会发展上界大的因素。咱少年教会伫112当前。伫5位牧师、我牧师娘的拍拼下面设立这个教会，然后找遣宣教师伫遮牧养这个教会。过去因用真侪心力，伫一块偏远的地顶面，也了福音的种子。我想因咧做这代志的过程中间，因心中一定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梦想，有一个图样。因期待讲，因伫遮也这种子，将来这种子会开花结籽。因遮设立这个教会，虽然开始的时阵可能真小，人无真济，影响力无真大，但是因心中有一个梦想，对这间教会有一天会成长，成做这地区的祝福，成做这地区的百姓的一个愿望。所以因真认真奋斗，佮呼召真济咱教会前辈在同工，因尽因的心力，伫即块土地顶面拍拼来努力，咱今仔日才会当享受因所留落来的成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一个牧师上界大的期待，就是会当看见上帝国度大大被扩展。互牧者上界大的支持，就是支持牧者伫教会中间所推动的事工，支持教会的事工。咱教会伫12月有真侪无共款的事工，毋简单伫12月，咱平常时有真侪，遮个祈祷会啊、中保大道事工啦，也是讲其他的小组团契等等遮个聚会，大家如果若积极去参与，认真来拍拼来参与，咱也会互后一代的人去感受到前辈因所做的拍拼甲努力。这是互牧者上帝萝卜上界大的鼓励，也是接待牧者上界好的方法。
再说第二项，咱嘛爱透过耶稣的话来学习，福势无在伫大小，是在伫咱的心。耶稣安尼讲，我实实在恁讲，无论什么人，就是摕一杯冷水，互温度中间上介微细一个啉，只因为迄个人是我的温度，一定会得到奖赏。一杯冷水是指小小的福势。这句话意思就是讲，点菜是对温度小小的福势，也因为这款听的行动来得到上帝的欢喜。我会记得咧参与郭俊雄长老告别式的时阵，伊的个人有在里面有写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讲郭长老伫教会服侍，无咧警工，无警工啦，无警工的意思讲，无论是大，无论是小，伊拢愿意去服侍。毋是讲徛伫台面的，吼，大家拢看会到的，我才要服侍。啊，点点无人做的，无人看的，就无要服侍。哦，无警工，哦，无论大小。是在伫咱的心。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安尼讲，听见了远远所在传来的好消息，我亲像喙焦的时阵啉一杯凉水。咱带互别人伫需要的时阵，一寡帮衬。减菜是小小一点代志，比如讲一杯凉水，对一个喙焦的人来讲，拢是一个真好的好消息。其实咱若用热诚去款待人，点菜真简单的准备，用心来经营，迄个气氛会互感觉人对主人的热诚的感受。我过去去瑞士实习的时阵，进修的时阵，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爱去住伫迄个一般的信徒的厝，去体验因的生活。我去住迄间迄个家庭真特别的一个家庭，夫妇两个人，因的工作是咧教音乐的所以国家因个有一个特殊的训练就是因会当去辅导遐个。迄个智能较低的小朋友，所以国家就聘请因两位互5个囡仔住伫因兜，甲因做伙住伊指导因安怎过家己的生活，安怎简单的煮食安怎照顾家己，安怎穿衫指导因伫音乐上互因有一寡技术。国家互伊供应因薪水，因照顾负责照顾遮个，拜一到拜五住伫因兜，然后拜六礼拜等于完成的家庭，拜去接倒来，我去住伫因遐我着做好奇讲，瑞士人因平常时是食啥物？因咱若知瑞士经济真好嘛生活拢真富裕但是我看因咧食拢足简单的啦，都足简单，平时拢食足简单的物件有一天，阮伫遐实习一礼拜，有一天伊就讲咱今仔日下暗今仔日是迄个我伫遐实习最后一天所以因要举办一个 party 来欢送我我就足期待讲，毋知有啥物青草的好料会当食因为咱台湾人咧招待，招待咧人客拢嘛是拢食甲有出的对咱拢食甲足澎湃嘛我看即摆大家咧食倒拢食甲差不多未一半就开始咧饱咱食袂了，拢大家拢食饱叫迄天下暗
我著看遐个迄几个囡仔吼，开始就伫遐摆迄个餐桌吼，迄什物叉子刀子吼，拢摆吼，拢set好做好势吼，伫遐布置吼，结果捧出来的菜吼，甲我平时咧食拢相共吼，我拢来笑讲迄是土仔咧食的吼，拢是迄因后壁种的菜吼，去挽来吼，也无几块肉啦吼，但是吼，迄天开始的时阵吼，因为迄个主人因的姓叫姓麦当劳啦吼，所以我逐工拢食麦当劳吼，伊就讲，就组织遐个囡仔吼，开始演奏吼，演奏一曲吼，因就平时所练的演奏一曲欢迎我吼，然后伊就讲，咱做伙来，要准备食饭吼，就手牵手吼，做伙伫遐做一个祈祷吼。迄个主人吼，迄天真欢喜吼，祈祷足久的吼，逐项菜拢祈祷啦吼，逐项菜拢祈祷，祈祷了吼，阮就坐来要食吼，伊就替我热菜，替我因食饭拢有一寡爱啉迄个酒吼，伊就倒酒吼，倒酒的时阵吼，我就一直老讹了吼，讹了东讹了西吼，有诶讹了，无诶讹了吼。互你感觉讲吼，伊足认真要来款待啦吼，然后就拢爱大家互相讲祝福的话吼。虽然是食的真简单，但是互我感觉迄个宴席吼，实在是我永远拢袂记起。因为感受着讲，即家人包含因所照顾的遮的小朋友，真正拢是真热诚咧感谢我。来款待我，所以，互我真深去感觉，只要出自咱的心，咱若愿意去接待一个人，搁较简单的，搁较小的物件，搁较卑微的物件，我相信对方嘛，咱接纳着你的心意，上帝嘛会看见你所做的一切。会得到上帝的欢喜，这是咱来理解。第三项，咱来知，除了无敬公以外，咱嘛无敬人。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耶稣讲，无论是啥物人，就算是摕一杯冷水，互温度中间上介微细的一个来啉。因为迄个人是我的温度，一定得到奖赏。所以伫遮，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服侍毋是在伫这人是高贵，也是卑微。兼在是上介卑微的人，咱的服侍，因嘛当得到上帝感染。所以我头前咧讲，咱的态度是讲较简单的人，给咱用简单的方式。较贵气的人，给咱用较贵重的。其实接待每一个人，拢是真重要的，伊拢是上帝安排伫咱生命中间的天使。伫马太福音书第25章最后审判的譬喻中间，耶稣就提醒咱，做伫上界卑微的人身上，就是做伫耶稣身上。我记有一遍。我接到一个姊妹的电话，伊甲我讲，牧师啊，伊去拄到一个流浪汉啦，就是街友啦吼。几若工无食饭伊就摕一寡物件互伊食。看伊身躯做垃圾，拢无所在通大，嘛无所在通洗身躯，身躯拢一个臭味。伊就老讲吼，伊讲牧师，咱来帮忙者吼，因为迄台南其实各地拢有恩友中心大家知影吼，就是咧照顾这街友的这中心吼。讲我想要来再去这个恩友中心吼，互恩友中心的所在，互伊住一段时间，来辅导
无一定伊这将来还个咱靠家己趁食吼。伊讲吼，讲因为迄个人伤垃圾啊，伊嘛无所在互伊洗身躯，吼。伊讲，我较袂当拍电话互阮教会一个长老啦，吼。伊是咧开工厂的，吼。伊做迄个塑胶粒啊，吼。所以有足侪迄个货车吼，咧载塑胶粒啊。伊讲吼，牧师你去甲迄个长老讲吼，讲看伊敢会当，借我一只货车吼，我来载去恩友中心啦。我本来想讲，答应伊吼，我想讲我拍电话互迄个长老，迄个长老绝对会愿意的吼。但是我到尾想想的吼，我心上不安呐。我讲，迄个人虽然是一个街友，但是伊是一个人嘞，伊毋是塑胶粒仔嘞。你若用一只货车来载去，伊心肝会安怎想？所以我就来讲，互你听候者，牧师驶我的车，我起来载。我就驶我的车起来载吼。迄个姊妹看到我驶我的车，就摕一个迄个大迄个塑胶袋啊吼，要来我的车的椅仔包起来。伊讲吼，你若迄车互伊坐了，你这个椅仔就废掉啊。我讲毋通，请伊去坐吼。我叫伊坐一个位吼，迄个位捌载过高俊明牧师，捌载过林义雄律师，迄个位我嘛载过即个街友，载去恩友中心。载了我回去了吼，我做好困诶。我感觉我是咧接受一个上帝互我一个考验天使。虽然迄条椅仔吼，等于穿足久啦吼，但总是我心中是平安诶。现在兄弟姊妹，咱服侍对象，无论伊是高贵，也是卑微，拢是上帝安排伫咱身躯边诶天使。咱应该爱用相款的态度去对待因。最后，牧师要定性一个观念，服侍甲奖赏的观念。咱伫这段经文中间安尼读到，有着某物人是上帝的使者来接待伊的，一定会分享使者所得到的奖赏；有着某物人是义人来接待伊的，也一定会分享义人的奖赏。这段要安怎介绍？要安怎解说？咱可能会误解讲，安尼我若服侍某物人，我就得到奖赏啦。咱介绍讲，我做这件代志了，我是为着奖赏要来做这件代志的。其实咱来理解圣经的观念中间，咱伫服侍过程中间，无应该求对人来的奖赏。事实上，圣经的观念是安尼：伫圣经中，奖赏甲服侍毋是因果的关系，毋是讲因为我有做这个服侍，所以上帝较赏我，较报赏我，毋是安尼。奖赏甲服侍是同时的关系，也就是真正的服侍是伫服侍的过程中间，你的确会当得到上帝予你的报赏，上帝予你的恩典。这个报赏毋仅仅是物质上的，是包含上帝所赏赐你的平安。咱举一个简单的例，咱圣歌队因大礼拜拢爱练习，拜五的时拢爱来教会练习真久的时间。因参与礼拜日的服侍，无要求任何报赏，但是我相信伊一定有感觉。我参加圣歌队了，我所吟的歌声，介绍哪来哪进步。我所吟的歌声，介绍哪来哪会感动别人。这就是种报赏。所以伫你服侍的过程中间，上帝予你这款的报赏，
互你生命得到成长。毋是在伫讲你服侍了，教会颁一个奖状互你，讲你得到这个奖赏，毋是安尼。是你伫服侍的过程中间，你就慢慢得到主所互你的恩典。结论来讲，咱检察是上介少的服侍上介卑微的人。如果咱是真心服侍，的确会得到上帝欢喜。这是咱一生上介大的荣光。我是要呼召咱大家，拢尽咱的气力，用咱的温数来服侍上帝、服侍人。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恳求你教阮知地，保守看顾阮的一切，互阮所做的服侍会当得到你的欢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217首，想要迄暝救主耶稣，请咱起立来吟。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于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或是更新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享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既然劳苦担重担，就来到我遮，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也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要互卖迄一暝，有摕起饼，祝谢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
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孝念我。因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兄弟姊妹，主要所予人们迄一面有摕饼祝谢，虽然大声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现在阮照圣教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即时找个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伸出双手，用恭敬的心来迎接这个饼。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由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孝念我。咱用恭敬的心来迎接这个杯，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伊流出为着要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要所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孝念伊，三甲的领受。恁6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感谢，求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你极大的疼，阮甲你同齐道，共守圣餐，互阮明白，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感染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了后，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用奉献来刷着咱的礼拜。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圣父万下面的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一切真清用。即时阮用你互阮的才能、时间、淡薄的金钱献伫你的面前，做圣工路用，求你甘纳。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Amen.
请坐。这是来报告咱教会事工。特别事工本主日是为大港节第二主日，点到第二支紫色的蜡烛，称作八园的蜡烛。上帝予伊世人即死。这个弥赛亚降生的记号，人信也是毋信，是信心的问题。所以这支蜡烛代表着信心，互咱伫面对苦难甲困境的时，拢会当以坚固的信心，还是完全的信靠甲交托，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活出主所喜乐的样式，诚做正人的祝福。第二，爱人扫街甲圣诞节诗歌快闪的活动时间，咱请今仔日报名参加本主日第3场礼拜后，前往指定的教室用餐，随时出发。咱12点到12点半用餐，分组行程的说明、诗歌的练习、领手套。到老练习厅是牧师团甲中职802教室是小组甲个别报名的。12点半到1点，咱要去公园扫街；1点半到1点20，请咱各组移到集合的地点举行快闪的活动。内容请咱看旧报第4页。第3圣诞福音大会主题。听甲稳定的重新之路，感恩见证音乐会，时间是伫12月13，本周拜六下晡1点半到4点半。地点伫咱10楼礼拜堂。讲员是柯敬官甲庄雅文老师，要用管风琴甲钢琴4手连弹。报名甲咱这个主日截止。咱的分享了后，要特别安排小组的分享甲地点，需要事先报名。咱若已经伫各组小组团体报名的，他若毋通重复，咱来当 QR code 来完成线路的报名，甲即个主日的截止。以上，咱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带导。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几位新朋友，且介绍到新朋友，咱起立，互阮表示欢迎。第一位是罗嘉怡姊妹，赖嘉怡姐妹，大家好，欢迎。我是沧州乡的朋友，请坐，请坐。第二位是陈thị夫兄弟。大家好，欢迎欢迎，李生姐的朋友遮个有阮沧州兄弟的遗族甲小伯啦，大家说多谢请恁起立大家说多谢，感谢大家昨参加爸爸的这个追思礼拜来请坐。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无介绍到请这贵宾等下礼拜结束了，等到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多谢。请咱来吟上吟511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请咱起立来吟。Jesus.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下温，强受切恳。